圖門中朝邊境位於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圖門市，圖門江作為天然國界，分隔中朝兩岸，形成一江分兩國、一水影雙城嘅獨特景觀。喺圖門江廣場，遊客可沿觀景步道上江水蜿蜒，仲能夠睇到中朝邊境石碑。圖門口岸係中國對朝鮮第2大陸路口岸，亦都係吉林省立關最早、歷史最長嘅百年口岸。分公路同鐵路口岸同朝鮮南洋口岸隔江相望。鐵路口岸可直達朝鮮羅津港、清津港，經朝鮮豆滿江鐵路接近俄羅斯遠東地區。登上觀景台，能夠清晰眺望朝鮮南陽市嘅民居同街道。站喺分隔中朝嘅橋上，寫有紅色中國鐵門前，對面朝鮮南陽火車站大樓同埋樓上金日成、金正日畫像，甚至朝鮮執勤人員均清晰可見。近年嚟，圖門市聚焦最美國門特色 IP 打造，持續推動文化旅遊融合發展。